公室戀情三大暗示式，幾得意喎！係啊，嗱，我上網搜集咗呢一方面嘅唔少意見，發現辦公室戀情呢件事咧，其實好有趣嘅。嗱，如果個女嘅中意個男嘅咧，個暗示方式可以係五花八門嘅。咁但係調翻轉，如果個男嘅中意女咧，其實暗示方式得3隻嘅啫。邊3隻啊？第一就係有意無意製造身體接觸。知你存在啦，成長。嗱，如果個女嘅冇反抗咧，個男嘅就會繼續用言語嚟試探啦。男人咧就最容易俾美色迷惑住㗎。研究完未啊？啊？咩？點會唔知你偷偷地及咗我好耐？我諗緊嘢。嗱，咁加埋第3隻啊，善意嘅溫柔舉動，咁實冇走雞。咩係善意嘅溫柔舉動咧？唔使。點啊？你梗係會忙啲㗎啦，唔通我咁都會怪你咩？傻啦！老總啊，坦白講，你係咪喺出邊搞嗰啲咩黑鑊要我孭嘅？傻啦！我似係咁嘅人咩？第一就係有意無意製造身體接觸。冇嘢喎，好事。企定啊！我帶你行下咧，調咗一陣，少少上車啊！你拖實我啦。嗱，如果個女嘅冇反抗咧，個男嘅就會繼續用言語嚟試探啦。唔記得問你添 ，Sandy 開價幾多錢？你知嚟做咩？我覺得幾多錢都值。喂，你係咪應該已經洗咗腦㗎啦？有陣時瞓着咗控制唔到嘅。我哋仲發埋夢添。總之大家當扯平啦，係咁啦。喂！哇！嗱，咁加埋第3隻啊，善意嘅溫柔舉動，咁實冇走雞嘅。咩係善意嘅溫柔舉動咧？我請聽下㗎，俾我睇下。你流血啊！唔關你事啊！你冇喐啊！你做咩要對我咁好啊？22、23、51、52、53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。你我上啲車小心，你睇住啊，小心啊！睇頭，小心啊！咁喺同一間 office 度做嘢啊，若果真係直接去追人嘅話，俾人請食檸檬又好瘀嘅。我諗先用暗示去試探下對方嘅態度，又無可厚非嘅。